微电影3000当群演的一天，毕竟是我把他养的。摄影师大哥就不能多拍拍我？此刻忘了自己是打酱油的，完全陶醉在琴声中。虽然只有2-3秒钟镜头，但陪家人参加拍摄还是很有趣的。话说咱这风景真的太美了。接下来大家欣赏正片。Let's get it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今天是我女儿塔拉的60岁的生日，毕竟是我把她带的时间最长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先说2句。你凭啥要先说2句啊？你不就比别人多几头牛吗？塔拉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。你们俩别吵吵闹闹了。塔拉从小到大，衣服、鞋、袜子缝缝补补，哪个我没做呢？还是我先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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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他咋有3个妈妈？你说塔拉呀，他可是我们草原上养大的孩子呀。好了，哥几们，啊，你们就别争了。今天我都60岁了，不是小姑娘了。妈，许愿吧。许愿呐。好。我希望我能找到妈妈，说出来不灵了。妈，今天是我60岁生日，比当时的你们都要老了。那年我和额吉们坐在乐乐车上，路过老哈河的时候，不由得想起家乡的河。每当我面对河流，水声就像你的呼吸。妈，那个小牛犊是咱家新买的吗？这个肯定不是我们家的，从哪儿跑过来的？水声就像你的呼吸。妈，你太有文采了。这是写给姥姥的。你说这小家伙是不是找不到家了呀？每当我面对河流，水声就像你们的呼吸，回响在我的耳畔。今天问了一圈，真不知道是哪家的。明天啊，我再继续问。妈，我收到上海的邮件了。邮件？上海的啊？你看，我收到了通知，过段时间去上海培训。我还以为好事儿，这是好事儿啊！我姑娘最棒，
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管理的牛舍。不把牛养在身边，怎么能行？你不懂，妈妈，现在都是现代化养牛，没有人守着也可以养得特别好的。我也想让大家喝到最高品质、最新鲜的牛奶呀。我天天喂牛，我还不知道啊。妈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走，慢慢去。走。爸妈，今天我10岁了，以前身体不太好，总爱生病。不过好在鹅鸡们把我养得很好，我现在已经学会骑马放牧了。草原鹅鸡们好像会一种魔法，只要他们唱起了牧歌，牛犊就乖乖跟着走。在这望不到边的草原上，他们总能找到回家的路。我还希望我能找到上海了。你看啊，走呀，上。妈，你跟我一起去上海吧。我说，你跟我一起去上海吧。我知道你很想他们。你偷看了我的信？写了那么多封信，一封都没有寄出去。是我没有勇气。如果我去了，他们不认我怎么办？如果我去了，他们不在了怎么办？如果我去了，你的3个姥姥会怎么想？姥姥们，这事儿你们咋看？这不好事吗？我卖一头牛当路费，那就得做个好看的衣服呢，赶紧点，抓紧时间。我，자, 얼마나 호들 거야? 호들 차야. 자, 토른 사tun데 얼적그지 임신생 거연이다. 몸과 와와都找到个人的情绪，你能不着急？草原到上海，不过3天以内嘛。草原上走知道，都是我们的孩子，你就让他吃一口。快，还没得快，明年好啦，我小点。放心，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。今日，本台记者前往上海、常州等地探访当年来到草原，如今又重新回到家乡的孩子。上海，这门边火车车。上海，我来了。엄마，哎，不要抢。这。阿伦娜，上海很大，
再大能有草原大？妈，我觉得你应该学点上海话，这样见得更亲切呀。你看啊，上海话，上海叫上海，我来了叫我来了，母亲叫阿拉娘。妈，你会说啊？阿罗那，阿拉老会形容啊。啥意思啊？姑娘，看，要下雨了。从小姥姥就说，下雨对草原是件好事儿。呀，牛呢？妈，咱们回去吧，雨下太大了。这么小的牛走丢了，可能就活不成了。继续找。哇，雨太大了，我们走太远了。妈，我今天18岁了，我决定收拾好行李，跨越3000里路去找你们。可偏偏今天草原下起了雨。阿娜，在这片草原上，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生命。慌张的我陷进了泥水里。别怕啊，别怕。我以为他会骂我，怕啊！可他并没有，只顾着把热乎乎的奶瓶子塞我手里，对我说了2个字：回家，好啦，回家。好啦。今天我10岁，今天是我12岁的生日。草原上的妈妈对我很好。是我24岁生日，我喜欢上了一个不那么好看的男人，好像听见了草地上的野花的笑声。是我36岁的生日，写信给你，却不知道往哪儿寄。我也有了孩子了，或许有一天等我老了，我们会相见。放车子上。妈，快点儿！妈，妈，好看。妈，找到他们，妈一直都在。妈，赶不上飞机了，上车吧。妈，咱们坐乐乐车去吧。妈妈，乐乐车可是很慢的哦。
妈，今天是我60岁生日，比当时的你们都要老了。每当我面对河流，水声就像你们的呼吸，回响在我的耳畔。也许故乡的河流指引着我的来处，草原的树枝带我找到了归途。小时候的我不懂，原来故乡的河早已顺着那碗热腾腾的奶，在我的身上平静地流淌。